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云林后尾传出有25岁查甫人半暝走去，甲伊的爸母拍，一个举刀甲老母抬死，老爸嘛受伤，警方已经甲人逮捕。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收乌西第3届开机亚庭，防裁定收押，昨暝律师嘛虽提出控告，按算今仔日会有结果。高雄有冷冻食品厂，互人查到11吨怪过期肉，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过期14吨啊！目前知影这个肉有卖去高雄4间餐厅。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云林后尾传出有一个25岁查甫人，半暝2点外，雄雄走去因爸母的房间，甲爸母拍，也个举刀甲因老母抬死，老爸嘛受伤，赶紧走出去讨救兵。警方赶到现场，将2个人送病院急救，不过嫌犯的老母犹原是救无回来。警方嘛有将这个嫌犯逮捕，不过因为伊的情绪无稳定，有强制送医。我觉得挺远一点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身着几啊刀的老母紧急送医。12号半暝啊，云林后尾连续里一厝大街，一名25岁林姓男子，先弄入爸母的房间拍爸母，佮举水果刀堵向老母，导致老母送病院后，嘛是弹伤不治死亡。狗啊，一直飞。我真奇怪，看那飞尾我警察车来。我是无出来。人家讲妈妈走。据了解，当时案发时，林姓男子的老爸嘛在现场，看到后赶紧向前去阻止，家己嘛被后生抬伤，赶紧走到厝外求救报案。警方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当场逮捕林嫌，但因为伊的情绪无稳定，将坐来送病院。狗有飞，有听到咧争吵的声音，安尼尔尾了，救护车、警察车就拢来啊。详细的情形嘛无了解啊。正常即口罩的，拢真正常。平常时就是拢做正常的。当地里长就讲，这大家10年前搬来到这，但这个林嫌是细汉的囡仔，今年才为大学毕业无工课，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伊单手抬爸母，全国需要由警方侦办厘清中。记者黄为你报道。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前几天互人枪杀死亡。专案小组对第2台追查到的5号硫酸破坏车顶悬找到一块喙罨，比对身份发现到是一个有重大刑案前科的查甫人，目前是当咧追查。犯人逃亡的时阵，上尾出现的地点是伫咧屏东甲高雄的边界。警方研判这个犯人并无偷渡出境，嘛无排除是有共犯咧甲伊协助，目前拢抑搁咧调查。家属替林树家伫台南市南区殡仪馆洗灵堂，目前已经决定无要办告别式。真侪熟悉林树家的家长里长对庆案的发生，拢感觉真意外。讲是啊，伫你来做人真好，真客气啦。哦，因为你来后什么，我迄个活动啊是啥哦，伊有时间也有闲啦，拢会参加安尼，就会迄个发生这代志哦，我足唔甘的啦。代志发生到今已经是第5天，前几天案情是愈来愈歹办，也毋过后手专案小组伫第2台互硫酸破坏的车辆内底找到喙罨有生物的证据，也锁定一个有暴力前科的嫌犯，目前判断要未出境。目前以身份是本国人。目前我们怀疑的这一名的对象，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锁定的这一名对象是还在国内，是。不过，专案小组也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发现凶手早伫6月中旬，就先将2台犯案的车辆放伫现场，证明案件早就有计划。犯案了后，抑阁一直换车消灭证据，做假真周至。目前阁较传出有外管欺涉案，警方无排除相关的可能性。虽然目前有锁定特定的对象，不过也是要继续追查，敢是有共犯。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武断的结果啦。那是不是外县市来？我只是说。我们现在都有扩大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有针对一名对象锁定了有锁定，那也会希望在最近这几天会给
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然后。也若犯案的动机到底是性格的冤仇，也是具体的有诶？警方强调会等后续办煞，才甲家属参详讨论。即马咧追查的特定对象，咧要有进展，希望会当赶紧抓到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冷冻食品厂，互人查到11吨外的过期肉，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过期14吨啊！目前知影这个肉有卖去高雄4间餐厅。市府今仔日公布名单，嘛强调这个餐厅已经甲相关的肉品拢总落架啊。专家表示，虽然过期的肉煮过会当杀菌，不过嘛是有可能伫咧料理的过程当中去污染到其他的食材，所以建议过期的物件也是要淡掉，唔通搁食。这2天都没看到。利用这间防止控卖过期肉的冷冻食品厂甲食品行，早时到营业时间也是大门锁掉的。市府检视这堆肉，发现有一寡已经过期14吨。该公司肉品流向本市4间餐厅，有洲际酒店、联上大饭店、都会生活开发有限公司、前镇台旅及新兴乐品。相关肉品已全数预防性下架。卫生局公布过期肉流向高雄4间餐厅，嘛表示这餐厅已经全部预防性下架。这批肉过期时间牛肉也无法度确定，鸡肉、猪肉过期3吨到4吨，有一寡鹅肉看到今麦已经14吨，有可能会继续改标，搁再卖。过期我都没有出去啦。再来就是说，我们肉鸡篮子是大家是流通在装的嘛，我送去客户，但是我留在那边，别的厂商带走啊，所以它外面的贴纸都还是旧的啦。防止控卖过期肉业者讲，虽然肉品处理过程有缺陷，不过伊无来改标，搁再卖。不过动物专家则是提示，过期肉虽然会当透过高温杀菌，不过也是有互相污染的风险。作品你一旦拿出来在厨房做料理的时候，其实它里面的微生物也会那个污染到其他食材，造成交叉的污染，所以会造成食物中毒。市府表示，这批肉出过确定的日期、品项数量，当咧邮检调侦办。卫生局嘛加重裁罚贩售的业者840万。记者王刘婷、陈坤个报道。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互人指控伫咧做桃园市长的期间有收人的钱，昨第3届开羁押庭裁定收押。伊的律师嘛虽提出控告，目前高院已经完成分案，上紧按算今仔日下班进前会有裁定的结果。另外，共案涉嫌乌西大属前主管杨兆林，原底嘛以1000万交保候团，即嘛检方控告成功有召开第2届羁押庭，不过拄则结果出来，有关系维持原来裁定。乌藤版图2家白亚地是前桃园市长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看守所第1日早顿，伊涉嫌伫2017年收乌西钱500万。桃园地方法院3摆开羁押庭，在伊裁定羁押案件，律师提出控告。桃园地院站庭告高院上紧今仔日会裁定。没有新的进度，谢谢燕姐。他今天有吃早餐了吗？我不知道。他状况如何？都很好，都很好。对抗告结果会有信心吗？针对3摆开羁押庭才裁定羁押案件的这期，桃园地方法院特别说明，被告郑文灿伫初5应讯进前，把用来通讯软体传送应讯答辩信息予县市的秘书，有串证的嫌疑。这证据是检方伫第2摆向桃园提出控告诉证的时阵提出的新证据。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员工，也是我们市政府里面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秘书。为什么案件比第7年接办？传出调查局桃园市调处迄时阵侦办的时阵，疑似有人向涉案地主透露，桃园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涉弊的代志。另外，将近90岁被控乌西大属前高层姓杨的主管，1000万交保也互检方控告成功。12点半开庭审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要修正选罢法，互人质疑是要没收人民的罢免权。即马国民党团就有修改版本，取消要提悬罢免的标准到50%这件代志，维持目前的标准25%。不过要改做连续爱比较罢免正副总统，就爱较严格的爱护身份证的影本，要拼今仔日议会竞负二读。民进党团是批评国民党，干那是为了要抢救因家人市长郑国良。
立法院第11届第一会期要进入尾声，国民党团并完成选罢法的修法，12要甲选罢法的修法直接抽出来交付议托，哪里是不是搁再上演疑似的攻防，引起各界关心。暗过再去议场煞意外减少火药味，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搁甲手放伫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的手顶，互动搁真烧热。国民党柯武征提案修选罢法，互立赢这个提高罢免条件，没收人民的罢免权。第四条也进前，伫内政委员会2届发生冲突，无法度讨论。对这代志，那赢修改策略，取消罢免条件提高到50%，维持原来罢免条件25%，改做连数变严。比较总统、副总统罢免法，必须都要减负身份证的影印本。选罢法是不是要继续讨论？是不是要进赴2读？这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来进行。我们也希望呢，民进党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理性、平和、务实的一个讨论。赞成进赴2读，但是民众党反对罢免门槛提高，程序得继续进行，联署要严谨讨论。民众党团赞同国民党团支持直接交付议托。国民党团表示，修改了后的版本支持民进党吴秉叡提案，爱减负身份证的发证日期。民进党团不满，批评讲那也是恶意拢杀给吴秉叡提案。国民党不要睁眼说瞎话。吴秉叡已经撤案，表达了他的立场。国民党的2个版本都是要在联署阶段要求联署人减负身份证正反影本。吴秉叡的提案没有。吴思瑶讲，拿赢的目的就是要抢救基隆市长谢国良，就算直接交付议托，嘛会交付协商，上紧都要等1个月冷冻期后，用临时会方式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昨伫咧高雄小港的高雄临海产业园区，有民众发现到这车路顶头的飘线拢歪去啊，怀疑是天气上热，互淡仔氧气变形所造成的。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路里黄色的飘线拢变到歪高起喘，但约500公尺长拢有这款的状况。主管机关表示，这条淡仔路去年有顶坡，研判是迄当阵地无窄，而且无真侪大车直接咧走，也佮有天气变甲上热，才会造成淡仔变形。已经有请外包的厂商伫咧2礼拜内甲修复好势。佮来看到是透露相关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警方是传出有一位小队长对2022年开始，长期拢要求6位队员替伊签名，规则出勤的记录。警方表示，已经将这位小队长记过2摆，也有调职。另外，这6位涉案的警员嘛，互人记性改调职，可能牵涉到违法的部分，嘛已经移送予检调来侦办。办公室内面空空，大部分的员警已经出门执勤。台中市6分局交通分队传出有员警涉嫌规则出退勤记录，不少民众认为这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安尼是真唔通。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这样违签的话，就知法犯法。对，可能不太适合啊，因为他们的身份来讲，应该可能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吧。警方表示，这名洗出来前小队长对2022年开始要求6名队员用修改笔代签出勤含签帖，但因上班了后，才搁将这代签的名姓切掉，用原子笔来补，这就出退勤正常的记录。警方表示，讲已经甲这位小队长也搁6名警员处分而且调职。蔡员违反勤务纪律部分，已将其记过2次，并改调行政警察职务及调整服务地区。并协助预留出入库空格之6名员警，分别可以申诫处分，并改调行政警察以及调整服务地区。警方表示，做主管的2位前分队长因为督导不周，也甲因升阶处分。也若讲到涉嫌违法的部分，也移请台中检方侦办。律师表示，这款的做法真有可能无法闪过刑事责任。公务员业务上不实登载罪，可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因此有诈领的加班费，那将触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领财物罪。
警方表示，辖区顶半年逐工大概有50件的交通事故，是台中市勤务上重的单位。除了已经请迄个分队的小队长做回来轮班以外，亦协请交通大队赶紧补派专职的警力来维持服务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保育峰会发表联合宣言，成员国拢同意和乌克兰加入保育组织，佮要提供包括 F-16战机在内援助。而且即间日本、南韩、纽西兰甲澳洲这印太地区的4个国家，嘛是头一间加入保育联合宣言，主要就是要来对抗中国的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75届峰会伫华府举行，会馆各地联合宣言的时阵，拢承诺讲支持乌克兰伫未来时机到的时阵加入北约，强调乌克兰的未来伫北约。Ukraine's path and bridge towards NATO membership is now irreversible. 联合宣言阁指出讲，莫斯科共款是对北约的安全上重大直接的威胁，而且中国是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联合宣言嘛，第一摆纳入日、韩、纽、俄等等印太4国来因应中国造成的安全挑战。China provides dual-use equipment, microelectronics, a lot of other tools which are enabling Russia to build the missiles, to build the bombs, to build the aircraft, to build the weapons they are using to attack Ukraine. And then, of course, we also then state that it cannot continue like this. 北约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强调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是在做主线，是符合自身安全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讲，美国製 F-16戰機當對丹麥和荷蘭轉去到烏克蘭，今年熱天就會飛伫烏克蘭的空中。拜登嘛展領導力，強調北約有能力嘛一定會捍衛每一寸的領土。特地邀請參加峰會，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開始小連刷的外交拜會，伊會見參眾兩院的領袖舒默和麥康諾。包括張張感謝因幫助國會通過對烏克蘭的1750億的美金援助。峰會見都上任的英國首相施凱爾，得到政府改變支持未變的承諾。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7月2日，巴黎奧運就要起過啊！這屆奧運預估會當吸引到1500萬位遊客。不過最近算是已經開始有人咧賣仿的奧運商品，也有出名牌子的產品。法國的警方是抓甲真嚴，上無已經毀掉63000件仿的衫褲、鞋啊、甲牌啊等等，也有抓到10位被假貨嫌犯。店内会计面顶是各种巴黎奥运吉祥物福利级的模型红鸭，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剩无到2礼拜，包括服装、鞋啊、皮包等等奥运相关的商品商机真大。为4月开始，就有假货业者仿制相关的商品销售趁钱。为了避免奥运的游客买到假的商品，法国警方嘛联合业者展开大规模打击仿冒商品的行动。Et puis il y a eu des grosses actions massives, comme par exemple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La fermeture de plus de 10 magasins sur la zone de Saint-Ouen, qui est à 500 mètres du village olympique, où des milliers de produits ont été saisis, de faux produits ont été saisis. 这场警方打击假货行动，佮导入巴黎高区的上名市场，伫30名品牌业者代表的陪同之下，现场鉴定商品的真假，暂时已经销毁至少63000件假服装鞋啊，佮有名牌皮包。现场嘛抓到10名卖假货嫌犯。Les criminels qui ont compris que la contrefaçon rapportait énormément avec peu d'investissement font aussi d'autres activités illégales comme le trafic d'armes, la prostitution.le trafic d'êtres humains, etc. 根据后面智慧财产局数据显示，敢若是2018年到2021年之间，法国企业因为假货商品损失17億的歐元，差不多代表598億7000多萬的營收。根據今年6月數據顯示，法國海關在2023年攏總查到2050萬件仿冒商品，比2022年查到1750萬件，增加78%。暫時日子已經接近奧運開幕。到法國觀光的遊客嘛愈來愈濟，為了方便奧運選手，至今還有記者刷叮當。法國奧委會嘛為利時開始提供900多台巴士，在奧運比賽期間，一禮拜7天，逐天24點鐘提供運送的服務。公司新聞是東邊約。世界衛生組織 WHO 表示，全球逐禮拜有關有1700個人得到新冠肺炎死亡，因為即馬高風險族群有去注意放射是愈來愈少啊。
WHO 是继续呼吁超过12个月无注过疫苗的，尤其是医护人员甲超过60岁以上的民众，都要赶紧去注射。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世界卫生组织11表示，全球每礼拜也是有1700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因为新冠疫苗注射需求无亲像疫情大发生的时阵遐尼急迫。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警告，疫苗覆盖率等快速降低。If you get infected in 1 year, you may have immunity against that particular variant, but 1 or 2 years down the road, if the virus has evolved enough, you may be susceptible again to infection. 2019年底发现新冠病毒，到2023年5月，谭德赛宣布为国是国际公卫紧急事件，已经过3年外。根据 WHO 的通报，新冠病毒总人数超过700万人，不过一般认为实际感染死亡人数比这个数字较济，而且数据佫显示高风险族群疫苗覆盖率等快速降低，尤其是医疗相关工作人员也甲60岁以上的民众。But the recommendation is still the same, that everybody over the age of 6 months should get vaccinated for COVID and for flu. WHO 希望各国政府维持病毒监测甲定序，并确保民众会当得到负担会起而且可靠的监测治疗甲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畅水湾海洋生物救援组织接到通报，讲有77只海豚伫咧苏格兰北部的海堡靠沙，救援人员赶去到现场抢救，还佫活咧12只海豚。不过落尾也是77只全部拢死亡。这是自从1995年以来苏格兰发生的上大规模海豚靠沙死亡案件。这只海鸥用要死亡，佮看过去，沿海岸至少65只海鸥死亡。11英国畅水人员海洋生物救援组织听到消息，真侪海鸥被发现靠岸伫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的山坡顶悬。当地海洋食人类医护人员赶紧去救援，所发现靠岸77只海鸥已经伫山坡顶悬靠岸几点钟，最后只有12只活落来。虽然救援人员想要互因重回大海，不过努力了后依然无效，决定对因执行安乐死。这也是为1995年以来苏格兰发生上大规模的海鸥靠岸死亡事件，造成海洋集体靠岸原因也过来调查。不过疑似是其中一只性别鹿，共判是要救才造成集体迷路靠岸。伫2023年，也有55只海鸥被发现靠岸伫苏格兰西部的路易斯岛。救援人员到的时阵，只剩15只还佫活咧。救援人员想要互活落来海鸥佫重回大海，不过伫这过程当中，佫有3只海鸥死亡，最后只有1只被安全送进大海，其他依然活落来海鸥，虽然救援人员一直将水压伫因的身躯，希望因保住因的性命，不过最后不得已，只好将全部安乐死。除了2023年海鸥靠岸事件，2012年也被发现至少60到70只海鸥靠岸伫苏格兰各地北部的萨瑟兰浅水区。根据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调查，英国上大规模的海鸥靠岸事件是发生伫1927年，迄时阵超过130只靠岸伫高地多诺河湾，造成116只海鸥死亡。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辑。咱台湾和捷克两国的关系愈来愈好，伫咧各方面嘛拢咧促进双方的合作。即阵捷克正咧举办中东欧规模上大的文学活动——中欧作家阅读会，台湾就正做头一个互捷克列做亚洲主题国的国家，有邀请到咱31位作家去到捷克来交流分享。第25届中欧作家阅读会7月开始，台湾受邀请赞助今年主题国，是第一个互捷克列为主题国的亚洲国家。Protože Tajvan je země, o které se v Česku hodně mluví, nejenom v Česku, ale v celé střední Evropě. Možná o té zemi zase tolik nevíme, je dobré se o ní hodně dozvědět. Takže Tajvan je zdánlivě exotická země, ale jak se ukazuje, tak témata, lidé, knihy, autoři jsou nám bližší, než se může na první pohled dát. 为7月开始，有31个无共款世代、性别、族群甲写作类型的台湾作家，会到捷克甲斯洛伐克演讲，包含有李昂、陈淑红、吴明义、廖鸿基、向阳、陈设等有名作家。很多时候，因为台湾过去的不被重视啊，很少有机会能够受到比较多的注视。我们通常是那个
人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被冷落的。所以这一次捷克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做这么大的活动，老实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其实是个很政治的决定，因为在欧洲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主题国要选台湾这件事情，一定是没有发生过吧。这几年，台湾甲捷克文学交流密切，亲像今年布拉格国际册展甲台北国际册展，拢邀请台湾甲捷克作家来分享作品。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捷克布拉格报道。继续来看，伫咧捷克当地有一间微录的媒体出版社，发行人是一位伫咧台湾住20外冬的艺术家。伊定定讲台湾就亲像伊的第二故乡共款，所以这10外冬来，毋但是翻译台湾的文学，我将捷克的作品翻做华语伫台湾出版，促进台湾甲捷克的文化交流。咱即马就对台记者做伙来了解这位真用心的艺术家。这几年，台湾和捷克的关系真密，像讲伫咧文学顶头，原来是有无共款的交流。伫咧捷克城，都有一间独立的出版社，都合作微录多媒体出版社。伫我后边的这间厝，就是因伫出版社工作室的所在哦。因的发行人 Thomas， 其实伊毋但是位作家，原来是伫咧捷克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即马咱就带大家做伙来熟悉伊。Hello， vítejte。我有这里很多我的花，我喜欢花这里。如果我有这个很大的地方，我可以画很大的花。这个有时候我画了台湾的东西。这个花，这个台风收掉了。Thomas 的作品大部分拢是用机能蓝颜料去画的，这种技法互画的色水看起来真艳。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传到当的技法。Thomas 伫台湾住20几年，为着要甲台湾介绍互捷克的民众了解，自2014年成立微录多媒体出版社，翻译台湾文学。伊讲，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是自然环境，拢是伊认为真迷人的所在。In Czech, we have some tradition and the nature that do inspiration for me too. I don't want only say that I see only typhoon or ocean, but we have today this topic. By this way, I would like say what inspired me from Taiwan, and from Taiwan inspired me the power, nature, and people. Thomas 嘛用伊的画笔为真侪出版的册画图，10年来因已经发译上无20本的台湾文学，包括李桥、刘克襄和刘家乐创作的原住民生活系列等等。后来伊嘛在想讲，要互台湾人了解捷克的文学，所以伫2021年出版回溯集，这本捷克的民族传说，也互咱的文化部推荐，选做适合中小学的读本。This book is the Czech language Kytice from Karel Jaromír Erben, that is very famous Czech literature. And I did illustrations and I was publisher for this. If I did these illustrations, I searched some ways for my identity. 当年5月至8月，Thomas 拢会为着布拉格国际册展回来捷克。未到这10年来，累积有愈来愈多捷克民众对台湾文学有兴趣。Thomas 讲，台湾文学因为有真侪丰富的族群语言文化，历史翻译有真大的难度。不过因有关的继续做落去，透过文学甲画作，互愈多捷克民众了解台湾。记者卢尚珠、柯炳哲捷克报道。台北国际暨海峡两岸夏季旅展伫今仔日开幕，有来自中国11个省市的155位代表来到台湾，其中层级上悬的是安徽省的文旅厅副厅长，创下疫情以来上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来台纪录。这嘛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的头一团。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希望两岸会当安尼慢慢啊恢复双向交流。传统原住民舞蹈迎宾台北国际甲海峡两岸夏季旅展上场，今年除了宣传国内观光，阁有为中国11个省市来的旅游产官界拢总155个代表，其中包括29个中国官员。最高层级是安徽省文旅厅副厅长王静。安徽与台湾渊源深厚，安徽与台湾都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
路电现场，中国业者有70多单。虽然进行陆委会则对中港澳发布感谢旅游警示，来看店的民众也是表示去中国观光真有兴趣。疫情以后就没去了，应该是还好。我朋友才刚从九寨就回来，应该没那么严重吧？多交流的好啊，对，两岸才会多了解啊。这届嘛创下疫情了后上大规模中国官员来台湾的记录，也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团。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这是咱方释出善意，希望两岸交流会愈来愈热络。我们也张开手背，欢迎对岸的朋友来台湾观光，重启两岸观光交流。一直是政府希望能够推动的，那这个推动不仅能够带来两岸关系更好，也希望能够为两岸带来更好的发展。那是前海基会董事长陈文灿和检调调查涉贪了后宣布请辞当做，我该关心是不是由罗文嘉来接任。海基会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运作组织，那目前我们的运作还是正常运作，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把工作做好。那至于其他的，等待陆委会的指示。罗文嘉指出，海基会也是正常的运作，未影响两岸活动，这对人选都听候陆委会指示。记者综合报道。苏控3大地震冲击到花莲的观光，现在大崩率是6甲村2成5。县内2大旅馆工会甲产业界就合作要来自救，宣布饭店甲旅馆暂时袂起价，而且除了有原本中央的1000块旅宿补助以外，也有140多间的旅馆饭店，即马拢有拍折，希望会当来刺激商机。花莲地震了后，各行各业生意歹，影响上大就是观光业。不少饭店暑假大崩率敢若2成5，只间伫七星潭真侪届摕到设计风格奖，地震了后大崩率大幅度减少，有当时完全无人去。这次地震之后呢，我们的像来往花莲的铁公路都做阻断，那可能加我们贵宾的心理因素可能会余震的发生，那我们最惨的话，我们入住率有掉到7成以上这样。为了让消费者愿意来花莲观光，2大饭店工会伫县政府签署无起价的合约，辖区190多间旅宿业拢愿意配合，希望会当让消费者看到花莲的生意。我们都有一个机制，那我们也都会跟我们的这个业者来宣导。第一个，其实在整个物价上面，或者是整个订房价的部分，其实在整个观光季，我们都希望业者依照平常的定价。除了保证无起价以外，各间饭店业者阁提供更侪优惠。旅客入去大进前，若提出全台湾的5路交通休闲比赛的票券，除了中央补助大速津贴1000块以外，还阁当享受9折以上的优惠，包含就是台湾高铁，全台的游乐区以及台北101，然后像中华职棒的职棒赛门票其实也都可以，所以其实大家想得到的纸质票券，只要持纸质票券到花莲各旅馆，保证承诺现场价9折以上的折扣优惠。另外，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10月国际观光客比3月减少20万人。另外，花莲港今年本来预定有26架国际邮轮停靠，不过地震了后已经取消14架。观光署表示，已经制作安心旅游宣导影片，向全球的旅客宣传花莲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南西商圈是真侪少年人家去踅街的所在，不过最近当地有超过70间的店，拢予人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商圈即马嘛有成立发展协会筹备处，有提出3项诉求，表示希望会当来愿意来配合市府改善噪音、环境，也有交通的问题。南西商圈特色小店真多，是不少人踅街的好所在。不过最近南西商圈面临团灭的危机，超过70间店头，予人大量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市府要求限期2个月来改善，若无上严重，应命令停业。现行法规路宽要8米，主要是为了消防安全以及住宅宁静。那我们的巷弄比起其他商圈或夜市的都相对畅通，我们的消防车跟救护车绝对都可以通过。倘若我们的自律更好的条约，在地居民多数可以接受，且我们也能维持在地居民的居住品质，那这样不符合现况的僵固法规，是不是需要该被检讨？
点头表示，遭到检举的违规样态有2种，第一种是点头应该设伫6公尺以上的巷道，第二种是餐饮空间应该设伫1楼或者是地下1楼。相关自助发展协会筹备处早起甲在地居民甲厝主开记者会，强调相关住户店家相处是真好，也承诺点头自律，愿意配合市府改善住地区受影响的噪音、环境卫生、交通这问题。我其实是不太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去检举或抗议。台湾好像对于很多事情不满就是推翻就是改变，其实我觉得改善比改变更重要。你说过你家台北有无限的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地生根。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要给我们无限的希望呢，还是给我们无限的失望？台北市新中山巷仔好生活相关发展协会筹备处也提出3点诉求，包含台北市府应该对中山相连捷运沿线、自沙自市用地都市计划各项检讨变更，对这一摆受影响的点头专案列管，甲邀请议员作为市府甲民众参与的沟通平台。那由于住宅区3圈发展蓬勃，跟住户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也期盼呢，3家串联之后，还是要跟当地的居民加强沟通，取得共识。台北市都发局进一步表示，市府乐见南西新中山商圈甲赤峰商圈相加筹备组织，也希望点头串联了后，甲在地居民沟通有共识。后续市府也协助辅导，各启动跨局处会议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是高中考大学的分科测验，今年拢总有42000人报名。大考中心统计，今年选考3科的考生上济，占比4成9。其中选考的科目是今仔日考的数学甲上济人，有26000人，占6成3。因今仔日考的4科全部拢是理组的科目，伫咧场外嘛有真侪家长来陪伴考生全力应战。过6间高中的家长互援会同齐伫考场门口甲考生加油，因为要拼考理想学校，这是今年最后的机会。歌声不理想，对啊，想说就分科再拼一次看看。这次选考物理、数学跟化学，然后我的策略就是能考多高就考多高。有考生因为个人申请无理想要拼分科，嘛有考生是因为无想要做第2阶段的备审来考试的。不过真侪同学早着考调学校的时，剩家己还咧读册。有考生讲加减会受影响。我们这些分科战士，那也只能就是自己在自己一个区域，然后好好念书。但是说实话，分科的人还是偏少数啦，所以班上的风气还是会比较偏玩乐心态，所以会比较焦灼一点。今年要拼分科的计共有42000人，选考3科的人占上济，将近4成9。选考科目以数学甲26000人上济，占6成3。所来是化学甲物理分科测验，正做理组学生的主战场。你觉得你有念到之前课程没准备到的吗？有，应该算是有，因为我考分科有另外请家教。分科测验头一日考物理、化学、数学甲生物，大考中心统计第一节物理缺考率5.94%，比去年加0.43%。也若考场特殊早起，大部分拢袂歹，无重大违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当年拢会迎接真侪岛鸟过境。咱台湾记录到的鸟仔类有700多种，伫咧台江国家公园就出现过400多种。这款丰富的岛鸟生态环境，有导演用2天的时间来记录，由国家公园署来出版影片，要互民众来了解咱台湾的生态环境。这条卫星对澳洲飞到台湾差不多需要4-5天，而且是无食无啉一路飞到位。这座硬斗的长途飞行，自头到尾将近有6000公里远。这群岛鸟为了生存，为澳洲飞到台湾的台江国家公园。全世界鸟仔类有9000多种，捌伫台湾记录过有700多种，台江国家公园就有400多种，是岛鸟迁徙的核心地区。即马导演透过镜头，甲伊拍出一支生态影片。咱咧亚热带，毋过咱也为垦丁甲玉山，咱有为热带甲寒带的这种生态带拢有介绍台江这鸟类的一个丰富度，互大家会当来国家公园遮
要做生态旅游也好，要做观赏也好。这期生态影片用2年的时间记录，佫得到休斯顿雅典全球电影竞赛一个国际奖项的肯定，甲大江国家公园的生态保育成果，互国际了解。这期片由大江国家公园出版，主管机关内政部也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认捌生态保育的重要性。过去七股西湖曾经有过开发案的一个可能性。好，那当时的这个财团的开发案，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把它挡下来了，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台江国家公园。这期生态影片除了华语、英语版本，也有台语版本。未来这期生态影片会上网站，让民众线顶就通收看，了解台湾重要的岛礁生态环境。记者郭社区林台北报道。人讲合作山猪条的陷阱，常常拢会造成台湾乌熊这寡动物受困死亡。就有动保团体发起要全面禁止山猪条的公道人士，今仔日将第一阶段大约5400份的联署书送去到中选会，希望会当顺利成案，嘛呼吁大家都要重视这个议题。联署全面禁止山猪钓，大声喊口号，希望社会大众会当重视这种叫做山猪条的金属质特色的陷阱危害的问题。真侪动保团体发起全面禁止山猪条的公道联署，因认为山猪条的杀伤力真强，动物拢受害，就算是改良式的山猪条，杀伤力同款真可行。不管是台湾黑熊，不管是石虎、山羌。或者是甚至来到猕猴，我们的同伴动物猫跟狗，其实它只要碰到它，非惨即死。动保团体强调，山猪条一直造成台湾乌熊受困受伤，最近4年计共16只受难甚至死亡，甚至就连大台北的山区也有狗仔受困重伤。现在泛滥到台北市的公园里都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更是不要说这个山林里面野生动物的呐喊，大家都没有听到。为着让政府知影严重性，动保团体12日下甲第一阶段收到的大约5400份的联署书送到中选会，希望会当顺利成案。林业保育署认为，金属套索仍然是防治野生动物危害农作及原住民传统狩猎之重要工具。目前也没有其他的更有效且安全的工具可以取代。我们将会持续推动改良式猎具的普及使用。对此，农业部强调讲，金属质特色的限制，有关是防止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的重要的物件，也是原住民传统拍拉的重要工具。目前无其他更较有效的工具会当取代，会继续推广改良式的工具使用，来渐渐甲因取代。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活动要活就爱动，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国建署已经连续14档举办阿公阿嬷活力秀的比赛活动，希望会当鼓励阿公甲阿嬷做伙出来活动筋骨，会当留空间。就好咯嘛，较早人无咧手干酒啦，也做对着食歹势咯，佫想要收一股干酒。啊，无囡仔较侪嘿。啊，囡仔遐侪哪有法度？96岁的郭最近阿嬷讲，伫因迄个保守的年代，是连甲翁婿牵手拢是真歹势的代志。伊讲伊做梦嘛毋捌想过，有一天会伫咧台顶甲伊的翁婿斗阵跳因人生的第一首舞蹈，而且佫得到第1名的成绩。较袂安尼哦，想东想西，安尼去个社区侪人哦，啊，大家讲大家少，啊，食快过日，啊，毋则较快过日。为着要鼓励时代会当保持快乐的心情，国建署对民国100年开始，逐档拢会举办阿公阿嬷活力秀的比赛。今年一定是14档啊！国建署希望会当延续这个活动，鼓励这阵古早的老大人会当用跳舞来展现因生命的活力。阿公阿嬷活力秀吼，啊，这是咱专属咱这个中辈啊办的一个活动，啊，这个舞台，会使讲是因的星光大道。每年这阿公阿嬷拢足期待这个活动的开始。根据国建署的统计，台湾伫2025年开始，每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时代，进入超高龄社会。因嘛鼓励厝内的时势，会当定定陪伴阿公阿嬷斗阵到社区来参与活动。记者陈阿轩、郑俊佑台北报道。
台中市有公园的无障碍便所，头一间引进会当掀起来照护眠床一寡辅具的设备，要提供济伙人来使用。不过，煞嘛有民众甲家友伫遮咧过暝乌白占用。市府讲会阁加强巡逻宣导，也阁有积极来安置家友，卖加强摒扫。双手轻轻啊一边，一滴眠床马上拍平。这个地点毋是倒一个旅馆，是伫咧台中市东区十全公园的公共便所内底。这间无障碍便所头一届来装辅具甲相关的设备，包括可掀式的照护床、人工肛门污盆。公共便所的外观设计感十足。附近民众讲，4月启用以来，公园已经变成真热门的景点。哦，一个背来讲啊，加4人，人够济呢。哦，真正客满，逐间都客满。重点就是便所，这代讲这个便所有升级。台中市新港处表示，公共便所设计是采用新众团体的建议，照护床会使协助行动不便的人临时换尿珠使用。人工肛门污盆是专门为肠燥裤的族群设计使用的卫浴器具。当地里长表示，下来有1400位65岁以上的民众，其中有97个人是90岁以上的长者。无障碍便所设计有伊的必要，但是也坦白讲，有民众甲游民知影了后来乌白用，直接甲无障碍便所当作旅馆来住，只会当早暗巡逻赶人。有些那个好像游民啊，或是其他的那个民众，因为这个地方用的比较方便，变成会造成滥用的情形。就是或许说来这边睡午觉啦，或是晚上来这边过夜，我们都经常遇到。加强宣导啦，然后我们也有巡查员啊，如果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有游民的话，我们就会请那个社会局、民政局这边来协助安置啦。那清扫的频率目前是公所这边在维护嘛，那我们会请他加强清洁的频率。市府表示会加强宣导，而且请巡查员加强巡逻。请社会局甲民政局协助安置游民，也会请区公所提高摒扫的频率，维护卫生环境甲社区的安全。未来会来看民众使用的回应，搁再来评估是毋是要伫咧其他的公园办理。记者台中报道。今年总统府音乐会7月20特别来举办，音乐的创作者陈明忠，也有歌手柯景顺，拢会伫咧音乐会表演上有台湾味的歌曲。文化总会即马嘛有公开因彩排过程，带大家先做伙来看麦。这条台湾出名的歌谣，伊是咱的宝贝。7月20特别由书曲创作人陈明忠甲歌手柯景顺伫咧总统府音乐会演唱。今年的总统府音乐会以自由之力做主题，陈明忠甲柯景顺会演唱真有台湾味的歌曲。我是唱我写一首歌嘿，上新的一首歌叫做《汉山河》，阿春来唱我写的，伊是咱的宝贝。对，第一摆哦。阮头一届。展现多元文化，陈明忠讲，这摆乐团的编制除了片仔、鼓、弦仔以外，佫会加入日本元素的3片线，背后台湾这挂真好的音乐内容走向国际。我那个弹三味线那个团友，会从日本过来。我们有东方鼓嘛，还有笛子嘛，还有迄个二胡啊，然后在台湾，然后再加日本的3味线啦。所以都会整个会有很好的情绪在里面。我从20几岁开始写到现在，都是大概尽量可以把台湾的味道写出来啊，然后可以让它国际化。1、2、3，台湾人公案。另外7月底巴黎奥运就要起鼓，咱台湾的代表队也当咧准备争取公赢。陈明忠甲柯景顺讲，希望透过这摆的总统府音乐会，嘛通以音乐营造国人，团结起来做伙甲代表队加油。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咱台湾规年冬天拢有出产无共款好食的果子，为着要互囡仔当熟悉台湾丰富的农产品，中华有幼儿园特别编一套绘本教材，叫做《好食的果子》，用互动的方式，互幼囡仔伫咧读绘本的时，就会当真自然用台语讲出果子的名。这本绘本嘛有得到今年国教署本土语教学教材佳作的肯定。一、2、3、4，行落去，好食的果子，多位，青色芭乐青草地。今
囡仔人对老师一句一句大声讲出果子名，有金蕉、山野，阁有中华出名的大川葡萄掺石头芭乐。这是中华县大川乡大西幼儿园家己编的台语绘本教材。绘本设计者张婉丁老师用趣味有节奏的语词，互囡仔自然讲台语。我的册是用较简单的方法，囡仔较常常看到的，像果子，加入一寡色水阁有迄单位的名，互囡仔去熟悉，常常讲，常常听，常常看，因就知影嘛，足好记的。大西幼儿园5年前就开始营造浸水式的台语教学环境，除了果子的台语绘本，嘛有设计上课歌、手爱念谣等等。幼儿园表示，教材内容若甲生活经验有连结，囡仔咧学台语就真紧。其实阮真正是做浸水式的台语，对，就是对生活当中教囡仔去讲，譬如讲较早食饱未，再会，这拢是平常时会讲到的语言，安尼去引导囡仔，豆豆去讲台语，互囡仔袂感觉讲这件代志是足困难的。幼儿园表示，幼囡仔时期是学语言真关键的阶段，透过生活对话、趣味的绘本、歌谣这个方式，互台语正做生活语言。嘛鼓励家长时代加甲囡仔讲台语，为学校到家庭做伙营造多元友善的语言环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加拿大南仁德的文献国中是伫咧休热期间有举办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带囡仔做回来让布袋戏翁仔学习念口笔，了解传统艺术，也个台语的水。这身穿蓝色的衫，兼体开身是布袋戏内底的文星。因为这身三花笑，常在伫气氛紧张的时出来讲笑开化解危机。布袋戏拢总分成7大类的角色，为着要让囡仔通练捌传统文化，在仁德文献国中伫休热期间，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教囡仔抓翁仔的美感。头摆接触的囡仔拢学甲花头戏面。布袋戏是我第一届摸到的，真趣味。你好，有学到什么物件？学到布袋戏安那行路。看布袋戏，咱像做正常。毋过以即摆囡仔来讲，布袋戏即个物件，对因来讲，咱像有听过，有看过，毋过伊无摸过。布袋戏内面伊足侪迄种台词，是足水的迄个台语的文化。这摆营队唔敢若互因看尔，嘛互学生动手练习要安怎来抓翁仔。人布袋戏师傅讲，每一个角色咧行路的骹步手路，就爱去参与个性做配合。若要互翁仔更较有灵魂，上重要就是模仿角色的讲话开口。剧团嘛传出场诗来互因体会台语本音甲鼻音的用啊。角色出现的时阵，伊有伊的足特别的口碑。伊有念诗，有口笔，咱口笔就是甲婴仔用台语来讲。咱若要传承，咱就是要对上基层的，像对国小啊、国中啊，对学校开始向下扎根。我感觉安尼应该是一个较有法延续咱布袋戏文化的传承的一个方法。古早人常在看布袋戏做伎娘，这嘛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不过，即摆布袋戏的市场渐渐低迷，剧团近来嘛注心甲文化向下定根，因希望有更加侪人愿意来学习。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中部地区31度至36度，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东部地区30度至35度。也阁有外岛地区30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
湾少子化状况严重，目前全国就有13间私立高中籍列入专案辅导学校，为着避免退场，有私立高中